还敢杀他们吗？伏尔泰 Voltaire 法国哲学家诗人六七，我认为素食者所产生性情上的改变和进化，对人类都有相当好的利益，所以素食对人类很吉祥。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68人无法不杀害生物而得到肉食。一个杀害有知觉生物的人，将永远得不到天佑。所以避开肉食吧，马奴。印度教规创始人6.9肉类对身体有害，不论它是影响肉体的哪个部分，对心灵与灵魂也会有相对的影响。艾伦居怀特欺凌吃肉正是一种没有正当理由的谋杀行为。班杰明·富兰克林发明家7此肉应该加以埋葬，而不是加以食用。克西海德伪装者主唱72中国常人所饮者为清茶，所食者为淡饭而加以菜蔬豆腐此等之食料，为今日卫生家所考的为最有益于养生者也。故中国穷乡僻坏之人，饮食不及酒肉者，常多长寿。孙中山，中国国父73，我并不是基于健康的因素才吃素，成为全素者是基于道德的因素。素食主义绝对会变成全人类的运动。迪克·葛列格，清教徒与人权领袖74，让提倡肉食的人们亲身经历这样的经验，如红普鲁塔克所提议的，用他们的牙齿来撕裂一只活生生小羊，将自己的头埋入死尸的心脏中，以流动的血液满足自己的饥渴。只有在那个时候，他才是言行一致的人。却来天然饮食的佐证，75动物在吃，你也在吃；动物在睡觉，你也在睡觉；动物在保护自己，你也在保护自己；动物有性行为，你也有性行为；动物有小孩，你也有小孩；你有入的地方，它们也有。如果动物的身体被割到，就会有血冒出；假如你的身体被割到，就会有血冒出。所以这一切的相似性都呈现在眼前。那么为什么要否认相似点，也就是灵魂的拥有呢？斯拉布巴西6，有些人说我们相信动物是没有灵魂的，那是不正确的说法。他们相信动物没有灵魂，是因为他们想要吃动物，但动物事实上是有灵魂的。斯拉布巴77，现在我可以平静地注视着你，我已经不再吃你了。法兰斯卡夫卡西巴，假如像我一样，从少年的时候就致力于保护动物的生命，对我来说，正是一种特别的喜悦。因为向生命致敬的一贯伦理，
即显示出对动物的同情与怜悯。此种经常以感情来代表的情绪，也是有思考的人类无法逃避的责任。艾伯特是怀哲医生1875以1965年期9密教了孩子关于动物的一切毛，像是小猪、小羊、母牛、鱼、小鸡，然后又用这些动物作为孩子们的午餐与晚餐。坎蒂斯·贝根 Candice Bergen 演员巴灵痛就是会痛，不管它是施加在人类或野兽的身上。韩福瑞布梅博士巴伊，我会纳闷到底是哪种情况以及何种心态会让人们想将自己的嘴去接触死亡动物的尸体，用死亡臣服的肉来设宴，并将那些曾经吼叫呐喊移动且生存过的部分称为食物与养分。请让他们拥有应有的权利，过着自己应有的一生吧。普鲁塔克什肉希腊作家82对印度水对孩子而言亦属于营养的基本来源。罗宾温特83问题并不是他们会不会讲理，也不是他们会不会讲话，而是他们会受苦吗？杰瑞米边沁84没有一种宗教不充满着爱心。人们还会谈论自己有多喜欢自己的宗教，但是个宗教要是没有教导人们对待动物要如同对待人类一般仁慈，那么它就全部都是虚伪。安诺山威尔85人类对非人类的暴政已经造成庞大的痛苦与折磨。这种痛苦与折磨可媲美白人对黑人几世纪以来的暴行。彼得·辛格动物权益倡导人86当有如此多的替代品时，我不知道动物有什么理由应该被宰杀以作为人类的食物。毕竟人类是可以没有肉而活下去的。达赖喇嘛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西，无论是哪种自由，假如你想为陪伴自己的宠物寻找一份更健康的食物，请别使用来自屠宰场的产品。麦克克拉佩医学博士88，我衷心相信，只要继续残杀动物，我们也会遭受到同等的命运。正如萧伯纳所言，残酷所产下的子嗣即为战争。乔治男孩像人一般的取用巴酒榨取与利用动物，不见容于任何怀有怜悯之心的宗教。彼得·辛格动物权益倡导人90迈向对所有生存的万物都能怀着爱意与同情心的世界。素食主义正是其中主要且可达成的联系。
维纳斯、蜜雪儿、卡瑞就因为素食主义有益于整个行星的环境，减轻了动物的痛苦，让我们更加健康。而且我能安心地吃着自己最爱的道德食物。凯琳史翠洛斯92动物体会喜悦和疼痛的方式与我们人类颇为相似，它们也有面貌和家庭。请怀着这股同情之心，享受一个快乐健康的人生吧，并将此种知识与你所爱的每个人分享。请对自己与其他人诚实，并诚实地向众生允诺，绝不再杀生了。乔治亚克奎体93到处都买得到水果、坚果粒及蔬菜，为什么要吃宛如兄弟姐妹般的动物呢？海伦尼尔林美好生活的简单食物就是吃素后，你的身体会被洗涤干净，你的心灵意识会更加清楚，你和周遭的环境会更加贴近，你将能够升华到另一个境界，超脱原来知识为了营养的层面而吃整理素，开始回顾及思考的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残杀这些动物呢？史蒂斯·威廉是演员兼健美小姐95，我们照顾这些富贵并及营养过剩的疾病所花的钱，足以帮助并满足那些需要基础健康医疗却没买保险的人。伦达·怀特博士、苏珊·诺哈瓦拉社论作家与巴尔的摩素食来源组织顾问96素食主义其实就是一种心灵革命，素食亦是放下图利的一种形式，对于自己的精神宣示，不再沉沦于物质的深渊。以资深记者、作家97抽烟、喝酒、吃肉，往往是构成一套的极坏习惯。这3种可怕的习惯将招来很大的不幸与贫困，人陷于其中等于受物欲所左右，于是把明坏的悟性和善淫的感情都抹杀了。希尔斯98，当你看到被带往屠宰场的动物那种无助的样子，你为什么会感到痛苦呢？那是因为在你心底深处感觉到杀害不会反抗而且无罪的动物是多么的残酷和不义。听从你内在觉悟的声音吧，避免肉食。勿以杀害无罪的动物为乐。斯特鲁威99，目前大家对人肉都感到恶心，将来对兽肉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吧。拉马丁100，如果你已决定吃素，那就不要因身边亲友的攻击、指责或嘲笑而改变主意。若人人皆可吃肉，吃肉并不算什么，肉食主义者也就不致攻击素食主义者了。肉食主义者其实心里是不安的，因为目前他们虽然已经意识到自己吃肉的罪过，
但他们始终没有能力让自己脱离这种罪过。托尔斯泰 Leo Tolstoy. 英国剧作家 http://244.putao.com.tw/listchatreckley.dopost.it=42779